350蚊就買到一對質素分分鐘好過大牌嘅高踭鞋。Hello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間我自己私藏嘅平價鞋鋪小店，我真心覺得佢哋嘅性價比同埋質素值得更加多人認識，就係位於灣仔巷仔內嘅呢間鞋鋪啦。店內雖然好細，不過佢嘅鞋款選擇真係好多噶，個鞋長高到我都有啲攞唔到啊！有林林總總嘅晚裝鞋、高踭鞋、平底鞋、loafer、波鞋都有，而且大部分設計我都覺得幾靚噶。另外必須要提嘅係，老闆娘超級 nice， 喺度試鞋完全冇壓力，可以慢慢試所有喜歡嘅鞋款。我試過嘅鞋全部着上去皮質都超級軟腍腍，就算係高踭鞋踩上去都覺得好舒服噶。質素嚟講，真心我覺得媲美大牌子，甚至乎做得更加好。但重點係價錢一啲都唔貴，好似呢啲高踭鞋款通常都係300-400蚊，如果係呢類型嘅斯文拖鞋款，甚至乎200幾蚊都有，好誇張啊！有時我都會諗佢哋賺唔賺到錢噶。不過佢哋嘅營業時間不定，記得去之前睇一睇佢 IG 當日嘅營業時間。一對又靚又舒服嘅鞋，尤其係高踭鞋，對女仔嚟講真係求之不得，仲要平到咁，我真係覺得值得更加多人知道。好啦，下次再介紹其他香港小店，記得 follow 我啊，拜拜。